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擺到6至8人飯台。廚房嘅位置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就望到獅子山嘅景觀。客廁有洗衣機、燙衫板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亦係獅子山嘅景觀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相若，坐向亦都係望住獅子山嘅。主人套房，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呢邊放雙人床，前邊呢就有個露台，係望住獅子山。主人套廁係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嘆啦。